咱感谢碧君带咱来看上新的状况。今仔日立法院要继续来审国会这款法案，南北两党要甲已经二读的条文并三读通过。今仔透早议会开始进行咧，在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和民众党的立委麦玉珍，因为相爱落尾煞是起骹动手，这两个人拢互相指控，讲是对方先出手的。那你就请你党团安静一下嘛，要不然我从头到尾再念一遍。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民爱韩国瑜国会较大声咧，引起韩国瑜回嘴。拜五立法院议会才大开始，民进党团就对举手表决的方式有意见。韩国瑜宣告议事规则，说予立委干扰，最后经过表决，依然用举手的方式。立委王世坚故意举双手，用行动表达不满。暗过伫议会开始进行，双方就先伫个议会咧拼场。民进党立委林淑芬甲民众党立委麦玉珍因为杀来杀去爆发用拳才的肢体冲突，麦玉珍用兵捂面，然后过去验伤，讲无排除要提告林淑芬。他从后面过来打我，我再说我就转过来这样子，就我也没有看到后面嘛，对不对？我就要转过来这样子。我是自我防卫，他先出手，我自我防卫。即马流行，即马是咧流行哦，拍人话救人。因为南汇化成已经二读的国会这款法案部分条文，包含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表示国会最顶要并支持三读。总调卜君奇23暗时就伫个议场门口，那兄呼吁定赢爱尊重度数。不管是调阅或听证，它都受到现行相关的法律的保障，并不像民进党现在对外所宣称的，好像呢立法院的权力无限的扩大。民主进步党版也有国会调查权跟调阅权的制度设计，但民进党版合乎宪法，也有严谨的启动程序。那被推表示国会罪，不过南汇高中县23户外媒问到反质询定义，说讲立法完成了后，个详细解释引起争议。竟然还说是通过之后才要向人民交代。这到底是什么滑天下之大稽？必须要法律设立完成之后，才会有判例的产生。那其实我后面那一段只是在讲这，可能我没有讲清楚。国会这款法案调下立委继续攻防，上演表决大战，可能会拼到半暝啊！记者综合报道。